随着三级警戒持续，为了体贴第一线医护人员执行防疫风险，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英珍媒下邀请驻防现场春盛业甲大洋两间事业公司，分别到成大、安南以及基美三间病院，总共捐出2000领的防护衫。根据了解，一领市价大约400-500块，对医疗资源甲保护力有真大帮助。我们真的很感谢企业跟宗教团体的一些帮助，然后呢可以一起来捐赠防护衣给我们相关的单位。那奇美我们捐赠了800件防护衣，那成大900件，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安南医院，我们希望说把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的关心跟大家的感谢，能够一起用力量给予我们所有第一线的防护人员最大的感恩。真的要谢谢我们奇美、我们院长，还有我们的副院长，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医护同仁的努力，还有我们的部长护理部的部长真的大家都是用心用力来照顾我们的健康，谢谢他们。为了邀请驻防现场注意表示，因为先天上帝有交代因5月、6月一定要协助病院，所以经过200-300位信众的募集，其中也包括小朋友红包拢捐出来，相当使人感动，就是要来小停医护。万一疫情爆发以后，各大病院陆续接到各界爱心捐献，让病院相当感动。尤其防护衫加 N95 吹暗，更是现阶段上容易欠缺的装备。其实我们现在比较缺少的是 N95 口罩，还有这个防护衣。那因为有确诊的病患的话，这个消耗量比较大。那我们今天也感谢这个姚金慈航玄公主、王景纯先生呢，他们捐赠800件防护衣给医院。那这个对医护人员是帮忙相当大。为了将大家爱心做上好的分享甲运用，其实有意捐献的单位上好也是先甲病院沟通，尽量打进医疗迫切的需求。但新闻关之何乔邦采访报道。